摇鼓的声音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跟着那个节奏像海浪一样哈，把那个手伸起来啊。Sama nomita kunika ngushu amasa suara torita nomita Jima kundangan nisu mafada aikurita Jima kutu asno nisu mafada aikurita Umana kundangan luka pono Makitingan kunoriga bukan Tuhan Unini kusansa faruzo anta Amarari amiki haguni yaro Saize nomita aparuas kuni Amakapahai asirana wanita现在。是啊，今天来看歌。注意，再次邀请我们头上有佩戴桂冠、及风力坐落在地的族人朋友祈祷，对付观众请来做谢谢。
变那个舞台不一样。汤包吗？65。好，给你100。我可以拿一个。可以呀，一起分开吗？谢谢，来，不要忘记，OK。先打是谁？我们呢？先打。没有了，他们去。嘿呀吼呀，habak no falo to ani ni aro mi as. Bolong no aro manay, nanitini ay yatim, nanitini ay kaamis, nanitini timon, nanitini wari, nanifafkangay. Habak no falo to binauro na maanini, kunini at hajaban ay aro mi as. Obi ham no magukunini to poro no aro manay anini, aro mi as. Nanay, maparimbers tuwa may kakarayan ko nini aaro lumita. Nanay, tanas-tas ko tirang lumita. Nanay, di pa ako follow sa lumita. Di hasay ko orin lumita. Di aray tuwa nga, bitabaray, binaanini ako ni as. Hey, hey, yo, oh, yo, oh, ya. Ina ka ba? 再来一次，一个刚大的时候，你们要说骰子论，好不好？啊，因为这是我们组委要竞选的时候的口号，叫着骰子论。哎呀，干嘛？骰子论。啊，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非常，来，先把这边清场一下。啊，因为这边要用到哈。好，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场，叫着，你们应该都有一个今天的程序表了哈，有没有？没有。要找出来哈，叫米嘎更。米嘎更呢，我们今天特别安排了7宣礼哈，就在我们的右边，但是要有7个在座的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完成。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邀请在地的，就是我们的主人之一，就是我们东管处的林处长。好，林处长先请。好，不用过去了，直接到定位哈，站到这边。来，处长面向观众，对，好。第一个来 ，OK， 好。第二个也是在地的，也是我们在地非常用心在执着。推展自己的文化艺术，这个港浦东岸的我们的理事长吴小凡理事长，还要来第二个，好，现在直接把那个港更交给来宾哈，好，我们没有彩，所以这个呢，好，你们就到台上来了 ，OK， 好。第三个呢是来自花莲的，也是我们花莲阿美宗会的议长法拉议长。来，定了，你高威力喏，高威力喏，哎呀喂，
好，接下来是处长您都没有带这个，所以怎么办？这还有没有花环？来，我们代表中央的，来我们的处长，好，先佩戴花环。米嘎更呢，就是阿美族的报喜，在母系社会很重要的器皿，也是很重要的讯息，要通报整个部落，我们要结婚了，有大喜临在我们的部落。好，处长请就位。对，好，第4个。好，稍微开一点哈。好，开一点 ，OK。好，来，第5个来自排湾族的 Nanu， 就是我们的野菜女王哈，皇后。哎，你走错位置了。她的花环特别挑的哈。好，来，再来是我们来自加拿大的 Lily 的朋友，还不知道名字哦，但是代表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 ，This come here， 不是那个女生，不能男生，不能男生。Yes， 谢谢尤媳妇。好，现在已经第6个了。最后要邀请的是今天的寿星哈瑞牧师，在哪里？好，我们的米嘎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阿美族的试点，在整个马兰地区没有人不认识叫米嘎更。那米嘎更是什么意思？哎，来了吗，牧师？好来，哦。好，跑步，你看没有？他现在心情一定，哎，小心，那边，好，第7个来，好，口罩我们可以拿下来哈。好，美的7个先拍照一下来，先拍照，然后。我们的嘎更是什么意思呢？把你现在的手上的乐器哈，那是器皿，敲在地上练习，快点，对，好，对，练习自己的节奏哦。好，各位，这个叫做米嘎更，继续。公鸡叫的时候开始敲打，一直要到天亮，总共2个小时，所以他们要敲2个小时。要让整个部落都知道，让报喜的声音传递到每个部落族人的心里耳际，这也是你的祷告，要祝福自己的家庭，祝福自己的部落，祝福我们的社会，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全世界。是台上台下一起比嘎更，下面的声音好像比较小了。
好，慢慢小声，慢慢小声，小声，谢谢。OK， 好。这一管呢，你可以带回去，但是如果不带回去的话，请你签名，我们留下来。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米嘎更的女生，谢谢。有地方放吗？好 ，OK， 好，请回座，好来，好来。有要签名吗？有要签名的就留下来哦，谢谢诸位。啊，今天的寿星何瑞不失。好，把这个嘎更撤走哦，对不起啊。好，接下来呢，第二个开幕的仪式是我们要释放竹炮。今天释放竹炮的呢，我们本来要指定主委，但主委说不行，所以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原委会的董事长喜马拉斯来点炮。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头目来，第三个是我们的制作人谢宗汉老师，请到我们的竹炮区。要好，你在哪里过？好了，我们恭请3位很重要的我们的朋友们来点炮。今天做开场，没有，诸位说，因为诸位特别用公文发函，说我不能点炮，所以可以请喜马拉斯来点炮。对，给别人机会，来，我叫你，因为这门炮。3门炮跟大家介绍一下，有1门炮叫做千元，就是我们的千元，我们的专辑的名称千元。第2门炮叫李邓，叫做祖先。第3门炮是嘎更，所以来分配一下，头目要点中间的，好，来，对，指导人员会告诉你站位。好，我们可以观礼哈，这是很震撼的哈，可以观礼，来可以拍照。来，你的位置在哪里？那个第3门炮在这边。加油！对，我这边没有头保的。好。他的声音不小也不大，小朋友等下。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害怕，可以不耳朵啊。来，先关你之后，我们准备喽。第1门炮，前面的朋友稍微炮口前面的朋友稍微帮我小心哦。谢宗汉老师来点燃。第2门炮叫做千元，我们请头目来点燃。第3门炮叫做李邓，我们的祖先，我们请喜马拉斯来点燃。好，火把。没有，再加一点，没有来。没有加一点，这边喜马拉斯这上这一旁没有加一点来，没有加了吗？好，火把高举来。好，我们先请这个谢宗汉老师说祝福的话。小朋友要小心哦，他老师说要小心哦，耳朵。然后这边的小朋友要收一下。
大声。我们放边大麦。好，CD 大麦，好，我们是把你们的手。好，那么部落农娘就是祝福我们全部落都身心灵健壮。好，董事长。Makapiyakan nyo, ipanugunukan kanil Karawan. 你们就像黄金一样非常闪亮。是，你们就像黄金一样非常闪亮。把火把拉到最长哦，火把来，靠近炮的位置呢要捂一个耳朵，来准备。闪电风，我们赌9秒，9、8、7、6、5、4、3、2、1，开始放。这个地门好像放屁，我们重来一次，怎么会是这样？那个朱炮手，你的水加太多了。那个地门炮千元也很小声，再来一次。自由喜欢董事长这一门非常的小，他不是有新的杯子吗？再一次。那个贵宾的祝福再一次好了，我们再录一次，再一次请钟汉老师，刚刚没有听太清楚。好，我们一起领受这个祝福哦。那这是感恩非常开心的日子，我们用分享的心来分享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家人、朋友、我们的族人、我们的长官们。我们再请我们的老师再用大喇叭来祝福哦。好，祝福我们感恩乐团的专辑《大麦》啊。对，我们现场有可以销售50张，现场我们的专辑哦，非常的好听呢。好，头目。Layo kita po no ila yata ini. Mamak paula ko konso to puno pisusok no sisin tadi sotoy. Nanay kada hatay kita po no ila yata ini sangko maka mamak paula atira to solo ko. Sige. 用兰语的俗语问候大家。阿波开卡姆，你班杜kun杜贡卡就卡拉万啊！愿你们的灵魂眼睛像黄金一样的闪亮。来，好，预备喽，三响声。3零步，加水，9、8、7、6，一起来。4、3、2、1，好，那边动。三响炮！谢谢，谢谢，非常的精彩。好，请贵宾回座。哇，看来大家都领受祝福喽。好，请我们的贵宾回座。好，特别再一次谢谢我们点燃竹炮的3位我们的贵宾，谢谢我们的头目，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专辑的制作人谢仲豪老师。因为今天的发表会你们签名多。
你们签名都乱签啊，都没有单位，这个要怎么说呢？怎么办？要重签吗？哈，没有单位的话要怎么办？直接唱名吗？为什么要连这个连得这么连呢？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哦，我们中央原民会的主委亲自莅临来祝福他自己。我要说的是，也是他们这个计划里面扶植的乐团或者是音乐人，然后终于可以出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米基定独立凳，米基定独立凳签约这个专辑像一本书厚厚的。好，特别感谢我们原民会主委，待会呢，上台先唱歌。好，很高兴哈。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这个名单，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介绍，真的，有史以来最难介绍的一次，没有单位，啊，主委好像也没有签名，也没有。Samanan ni sao ko ya mi siu kai kura yo fan anini。好了，我们还是要介绍，刚介绍主委了嘛，再来介绍就是我们东莞处的我们的林处长，掌声鼓励。还有我们其实东莞处也带了很多的一级主管哦。我们的邱科长也在我们当中，美女。科长没有花环，一定要。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原文会我们的董事长，西马拉沃斯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前任董事长阿玛亚，再来就是我们感动了非常敬爱的，有一年呢，我们去爱丁堡参加爱丁堡的艺术节，还客串成为我们的地陪，也做我们的导览，尤媳妇，还有率领的15个朋友啊，在哪里？好，都在这里哈。工作人员再重新排一下。好了，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整理之后，待会用餐哈，我们一个一个再唱名，真的不好意思，这个你一定也看不懂谁是谁。当然，今天有很多贵宾，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其中，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陈公正代表会主席，我们的陈南孙陈主席，这一区呢就是我们的木船区哈，来自阿美洲会，这边还有我们的陈牧师、阿莫伊牧师。还有呢，徐牧师也在我们的当中，再来就是我们，在台东也是非常有名的团队，也是我们人间国宝，就是我们的高淑娟高老师，今天带着自己的妈妈身体不舒服然后带着妈妈来参与，非常的感动。好。我要说声对不起，这个签到没有规则，
让我自己觉得我这样介绍会失面子，然后会让各位不好意思。我要先介绍这个专辑。当你收到这个专辑哦，要打开。我唯一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这个专辑就在我们的制作团队。待会我要一个一个介绍我们的制作团队。打开之后，它是分开的，也就是它的侧标是分开的。这个侧标不能丢。待会我们的风味餐，我们开始用餐的时候，会有每一个人一包的糯米饭，叫哈卡。这个哈卡呢，你就留3颗，分别上中下天地人，然后再把它粘回去。粘完之后，告诉各位，奇迹会发生。3年之后，听好哦，3年之后，它会自动的脱落。如果没有自动的脱落呢，它是完好的哈。可是自动脱落的，麻烦请各位带着这一个侧标，然后3年，我要请哈卡出来一下。哈卡呢，他有一个弟弟叫独论，他会率着他的姐弟。他的姐姐苏克蒂，他的弟弟叫许范。3年以后会出一张儿童的专辑。这儿童的专辑，你就凭着这个侧标，免费送你。好，所以不能乱丢，因为这侧标里面有3行字，他叫哈卡，他的弟弟叫独论。现在爸爸是在那个风法那边在料理我们的旗语，我们的语哈，记得不要忘记这个侧标，凭这个侧标领他们的专辑。3年以后我们已经现在在规划，所以这个专辑呢，你打开以后会是这个样子，封面是这个样子，总共有37个人站列。围着圈37个人，独一个男生没有办，因为告诉我们阿美族已经不再是母系社会，我们的男人没有被阿美族的女人爱，所以那个男人是独居的，所以母系社会瓦解，只能每次都这样说他的故事。37个人成为圈的时候，总共有50条线在做牵缘，各种的色系，其中是红、橙、黄跟绿、蓝5个色系，是几乎也是阿美族的色系，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的棒，里面的歌都有，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乐器。所以总共15首歌都有乐器，这都是我们制作人非常精心设计安排的。然后15首歌都是故事。第一首歌叫做《巴兹福岸》，是我的部落，我歌我的部落。第2首歌叫做《牵缘》，因为我在部落养成。我的长者为我鼓励，还有在我生命的音符，我要分享。其中牵缘呢，是跟谁牵？是我们的上天，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要跟他牵缘。第2个跟我们的祖先牵缘，第3个跟我们的部落牵缘，第4个跟自己牵缘，第5个这个叫做身份的认同。所以这牵缘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的15首歌进入到第3首歌的时候是主导文，是为疫情而祷告。我们做了这首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健壮的身心灵。第4首歌呢，我们会进入到第4首歌什么歌了？好，只有我有。好，第4首歌是标的自己是阿美族，是海洋民族，所以这首歌叫马斯比盖，我们是海洋民族。第5首歌呢，叫那阿鲁阿鲁岸。那阿鲁阿鲁岸的意思是我们坐下来约定，我们彼此约定。彼此约定什么呢？我们约定，我们一直守护着我们自己的部落，我们要爱我们的大地，我们要爱我们的天空，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是那阿鲁阿鲁岸的约定。第6首歌，我们本来今天要邀请的我们的贵宾没有来，就是我们要唱我们自己部落的得了台湾小姐的我们的有难。我们得了台湾小姐的唯一我们都历部落的陈海玲小姐，我们为她做歌，所以第6首歌是这样，然后一连续都是部落的故事，其中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唱了郭姓村，我们也唱了黄桂草，我们更唱了已经离开我们的行将，就是曾圣光。所以第15首歌是记录他的生命，也是我们对这个乌俄战争的祈祷。对不起，我好像看到了我们台中生活美学馆的江馆长在我当中。好，谢谢。这15首歌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朱伟，我们的讲坛呢边打边唱歌。好，我们恭请诸位来致辞。阿弟还当过学委农民党。好，我们嘎更乐团的团长也是我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在座今天大帮木家佬，还有刚刚我们团长已经一个一个唱名介绍的贵宾，我的记忆没有比他更好。说完各位牧师，还有隔壁部落的优媳妇，还有主席，波隆大家大方，爱喽，大家们你把哈follow做安尼。带领那个哈迪都比发表了嘎更乐团的专辑啊那刚刚小队特别提到我的竞选歌曲，所以我今天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是专程来跟他谢票的。虽然这个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你们还可以在网络搜寻看，有一首歌叫《甩责任》，12年前，小队特别为我制作了一首竞选歌曲。那带那个我看到你的读送带到他对面，从台东过来的时候就在想说，这个小队当时有没有给我拿那个制作费用？印象中好像没有，他没有跟我收任何的费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专程来谢谢他的地方，因为是谢谢他，因为那一首歌我本来想说，如果在新北市选，因为我第一次选，我想说我第一次选应该能第3名就不错了，因为3席嘛。可是因为少对那首歌骰子认结果我不小心第2高票，你看，谢谢一下。这是今天专程来谢谢的地方。我是刚杜上我说你说对后呢，我很佩服这张专辑。刚刚小队介绍的时候，你看这个非常有历史脉络的一首歌。
特别请教刚刚我旁边的同事，我们过你定都立凳，弄不立凳啊那个最年长的，啥怎么说？哦，或者是李登是不是也是祖先的意思？哎，刚好小队跟我解说是不是祖先的意思？你看这个歌名，不晓得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听到？你定都立凳，就是这个专辑的前言的意思。我很高兴，我们联名会我们因为小队的申请，让我们有这个潜力或者这个福分一起分享我们的专辑的发表。那虽然补助的一点点而已，但是小队已经很满意了。那这一点我一定要请那个在座的各位那个贵宾要谢谢我们的刘倩茹科长，还有我们的受力乳，是他们盖章我才可以补助。结果我刚才很认真听小队讲很多漂亮的故事他暗藏玄机，你知道吗？说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标侧标，侧标什么3年后小朋友，他早就预告说3年后我要继续申请儿童餐体的。等于他那个过我就懂意思好了。我还那时候我已经不是主委了，没有关系，已经是新的主委。但是我们会好的文化，我们会继续支持。那最后，我真的要再次肯定这个专辑，让它充满了语言的传承、文化的传承，用我们的族语来传承，用我们的嘎更来传承。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我爱都不说，在教人都班扎，我爱都不是那个话的名大，那么沙瓦都不是那个话的名大，在都不班扎的大，在都不原住民族的大。翻成中文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语言是文化的根，没有了语言，我们的文化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如果连文化都消失的话呢，我们这个族群也就没有了。我打麦穆斯哈也，因为他们会考我的母语哈迪利啊，能讲的大概是这样子再次恭喜我们嘎更乐团做这么好的发表，我们就会好好听这个每一首歌。好了，刚够，谢谢。好，谢谢诸位。我们要报吗？好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这样不好看啊。好，谢谢哈。原来是是处长盖章，然后主委同意这样。我现在有一点，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缺口哈。这个缺口蛮大的。我们的签员各位，这个侧标真的很有意思，3行字是什么呢？叫做你们待会会领到这个 CD 哈。阿美族的音乐版图，向世界分享的故事，值得大家期待认识。这车标不能丢。这3句话谁写的呢？举手。我们的李考文总监很用心在这里。那我说，原民会是原住民音乐的太阳，也是原住民音乐的海洋，所以以后呢，都要鼓励原住民的音乐人，尤其是嘎更，你们一定要足耳啦！不足耳，我们真的，我们是你看15首歌蛮大的，在15首歌里面，知道吗？我们总共是将近50几首歌，一届一届把它挑出来，成为15首歌的。所以3年以后，我
我们一定还有儿歌哦，不要忘了车票不能丢哦。OK， 好，接下来呢，我要先介绍我们的制作团队，之后我们要开始欣赏音乐，好不好？好。因为风味餐差不多都好了，不要忘记，今天每一个人呢，贵宾有带花环的，都会有 CD 哈。来，我们的制作人谢正浩老师，还有施佳，还有 Bill， 来，还有谁吗？来，钟汉，待会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他们都会唱歌，都会弹乐器，哦，来，口罩先拿下来吧。谢谢团长。那我这边介绍一下我们的制作团队。他们怎么没有花环？在座都是我们非常棒的音乐人啊，也是这个是施佳老师啊。这个是不用，是我们的执行制作，然后蔡晨燕好，我们的黄浩轩，是也从马来西亚的凯玉，是非常棒的编曲家那我们这张专辑真的是15首，真的是很多。那缺口也蛮多的我们第一次花了这么多的麦克风跟设备来到这边部落收音，真的是非常大的阵仗真的是很辛苦。那我是制作人，但是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团长他的内心的音乐，还有他的部落的文化传承给我们这些制作团队这是我的使命也谢谢团长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有没有人要发表一下？好，施佳，来。没有讲话要唱歌。这个是泰雅族的，很高大，然后泰雅族，来讲。罗嘎什多拉，古这个海用勇敢。那大家好，我是黄施佳，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专辑的制作。那趁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就是跟自己族群不同的文化。非常感谢团长给我们这个机会，还有谢宗汉教授，谢谢。来，不同组代表，不同组六，王宏恩的亲戚。我比较弱啦，因为我是已经都市化了，所以也是趁这次的机会，就是学习说怎么去制作母语的专辑这样子，然后看团长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就是语言唱出来，就也会让自己想去学一下，把族语学回来，这是一种感动的感觉。谢谢大家。好了，谢谢我们好打谢谢请合作，谢谢，很棒，谢宗汉老师是我们中科大的数位音乐的老师刚刚有人提醒我要不要多请人来讲唯一要请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在地的出场来，对。待会用餐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致辞。好，一定要用餐的时候。那很感谢这个小队团长邀请我来参加今天这个作品的一个发表会然后其实总管说非常感谢卡根这几年在我们的阿美族中心的经营真的有卡根的音乐，让我们这块土地，让我们这个管理处忽然间就觉得整个的文化跟艺术的内涵就丰富了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已经变成现在很多的这个游客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旅行团必来的地方，来到东海一定要来这边聆听这个卡根的表演。所以呢也很期待这新的专辑的一个发表，然后未来这边的节目会更加的丰富。然后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贵宾朋友们来莅临我们这个莅临我们这个园区。那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处长，哎呀，又被点了。他说再一个好不好？我们现在要邀请的是国际知名的尤西夫，来。要唱歌。诸位好，还有马拉沃斯还有所有的
牧者朋友们，还有现场的贵宾们，大家好，我是尤西夫，我来自于玉里镇，也就是诸位的那个隔壁部落满兹兰旁边的部落的阿美族的部落叫马泰林部落。今天很高兴受邀邵东宇老师的这个新歌发表会，我们非常的期待，然后祝福这张专辑可以大卖至少10万张以上。然后台湾是所有南岛的起源经过科学家、语文学家还有 DNA 的鉴定，所有南岛族群都是从台湾分支出去的。那台湾站在南太平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地，这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资产，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台湾的这个一个瑰宝。那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一样，我们就像黄金一样。所以呢，祝福这张专辑成功大卖，也祝福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这里玩得愉快，谢谢。好了，谢谢优哥。好，优哥其实他有一个习惯是很爱抱人，今天为什么不抱我？抱一下。好，我们的舞台的周边都有这个专辑的乐器介绍，各位我们都有一些图卡。当然在 CD 里面呢，我们的整个像一本厚的音乐绘本这样的专辑，都有详细的乐器介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传统歌谣要在音乐里面；2传统乐器要在音乐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3个元素，是来自亘古以来都已经传在我们的部落，我们只是没有用到。所以每一首歌的它的特色，它的亮点就是都一定有古调，一定有传统乐器。从来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古调是最好的音乐，我们只是把人声加进来而已。所以这个符号一直运用到现在，我们受用无穷。现在呢，先听《千远》这一首歌，听完了以后，刚刚后台又说要不要请马老师来支持？好，我们先听歌，来，全部我们的乐团一起来唱这首歌。好，我们的团员都上来唱这首歌。然后在我们预备的时候啊，我们出版这个新专辑真的用心哎。这几天我们的团长太兴奋了，都没有睡觉。你看，为了就是分享，就是接待家人。然后我发现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哦，像优哥会画画，团长的恩赐就是很会唱歌。他的歌里面就跟土地有很棒的连结跟祝福。然后我们现场可以来购买50张。我们有50张的那个扣打，那可以邀请我们场边的贵宾朋友来支持全族语的创作哦。好，来让大家认识这个我们的团员哦。有的都旅外都回来了，有阿兵哥啊，有大学生啊都回来了。好，等一下呢，因为等一下诸位，我们可以让诸位先走吗？当然不行。那个鱼就是喂猪，你要先杀我们才能吃呢。哎呀，那个大船的鱼，等一下在大船先拍照，好不好？我们风帆，好，就带这首歌《千元》也是跟我们的海报主题有关系的。这个千元呢，有笔底，有口簧琴，有横底，可以大一点。很摇鼓的声音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跟着那个节奏像海浪一样好了。把那个手伸起来啊！
너희는 놈이다 사망은 놈이다 고니가 모여 아마 사수 알아 너희는 놈이다 지마 공강하니 마바다 알고 있다 지마 고도 아스노 미수 마바다 알고 있다 오만한 고난은 녹아보는 미소이야로 마기딩 알고 너희는 공강하니 오늘이 고산사 파로소 간다 아마라리 아미기 하고니야로 사이즈는 너비다 아바로 알고니 아마가바하이 아스라나와미가好，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忘了，真正刚刚主委所讲的族语那一件事情，族语不在了，族群也一定不在。那以后我们会变成美裔阿美族，应该是这样讲吗？美国人的阿美族，还是阿美族的美国人？所以族语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首歌在反映着我们1995年恢复传统姓氏这个条例通过之后，很少人恢复自己的传统姓氏，对不对？这边的牧者好几个都没有梦，所以
我们全世界只有台湾的身份证很奇妙，双并的名称，全世界哦，只有台湾的身份证是2个名字。我们应该要恢复我们自己的传统的姓氏，是这首歌很深的提醒。那后面其实更好听的是第6首歌，要不要听？这15首歌呢，诸位要走的真的有点难过。哦，好，你看蛋糕出来了。这个蛋糕意思是，今天我们的专辑发行。第2，是我们嘎更乐团，谢谢东管处，让我们有新的标案，今年又要4年。谢谢处长一直支持。这个4年以内一定会再出一张这个哈卡斗论的专辑，然后呢，第3个呢，今天的寿星就是哈罗伊姆斯，再来就是结婚纪念日的主人在这里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主委，还有处长，还有我们的头目。可以放这里。好，我们恭请诸委，还有头目，还有处长，把我们来切。刀子呢？不是那个很大的沙西米的刀吗？我们阿美族切蛋糕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轮流你切轮流，诸位你先，对，你先看你要杀哪里，对，你的祝福在哪里？对，是要许下你的祝福。好，恭喜头目，你是查了等于做过比斯的，agak pintu bos, pada macam. Oh, pandu kamu kita tahu. Itulah tu, boleh, tidak pintu tu, aku lanjut. 好，头目说，愿他更所传递的一直到永远，不要忘记了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传递那最美的声音。好，处长。跟东莞处的合作长长久久，永永远远。哇！然后也预祝这个专辑真的大卖，然后第2张专辑一样大卖。是。期待这个上月光海舞台镀金发亮。是哇！哇，好富有处长，长长久久。好，来自己切的自己吃啊，来了。好。特别谢谢主委，还有我们的头目，还有处长，为今天，感谢。我们有没有为你在做主题歌了？因为我不在选举。主委说他不再选举了，通常不会的人还是会这样。谢谢头目，谢谢处长，好。我们的餐差不多要好了，各位有没有肚子饿？饿了哈，来，你们还是要，但是要签名啊。处长，你没有带走，你要签名哦。有哈。OK， 好，谢谢。今天只有听一首歌吗？不行的，真的很好听的。专辑你们自己听好不好？好，那诸位，
谢谢了。阿赖的，我们刚好没有拍照，在大船那边去拍照了。对对对，来，林卡先给你们。好，他们好兄弟要先去拍照，我们来唱歌吗？我们的歌真的你们一定很期待，对不对？那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起来！我们歌那么多，到底要哪一首歌先呢？你们有没有上我们的本专看？可以来点播一下。第6首，哦，6首就好了哈。好，我们的团员出来，我们带来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我们要邀请我们国宝级的哈鲁顾老师在哪里？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就叫《海洋民族》，因为团长现在在大船那边，这一艘船要很多朋友，除了我们在地部的族人以外，还有游客朋友可能不知道哦。这一艘船由我们3个阿美族人去年底航行到绿岛去哦，这一艘风帆船。那个风帆是我们乐团做的，那是个舞台座，5米长的风帆，我们花了3个月，所以这块土地很有故事，那个土地的韵味非常的深厚哦。所以我们现在带来这首歌，来我们的哈鲁顾老师出来了，你会唱歌，他第2首，我们就现场录好，完全让老师来演唱。好，我们的乐手请出列，来我点一下，扫码。有没有听到哦？好，出来了。然后还有我们的，你们哦，这首歌有一个惊喜哦。如果待会大家要购买专辑，这个惊喜在哪里呢？你们认识阿诺吗？阿诺，他现在飞到昨天飞到美国去了，是不是有个？他也有我们一起唱，是不是庄汉老师？对，那我们现在就用人声的部分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这首歌是我吹海底，要不要掌声鼓励？好，我们带来这首歌《海洋民族》，用味道，这边是阿美族的食物哦，好吃。感谢你呢，感谢你。
是阿托米萨阿米塞，古里拉里萨拉里拉。哎呀咿呀啊啊哎呀咿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好，这就是海洋民主。其实这首歌有一点干哈，因为真正的主角应该还没有人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用餐了。但是在用餐以前呢，我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乐器非常的丰富。在这一张长桌那边呢，你会发现我们为陈建仁院长，就是我们的歌鬼做了一组的笔底。我们也为已故的那个日本的首相安倍做了笛子。我们也为陈时中部长在带领台湾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只要零确诊就做了乐器。我们也为那个美国的众议院的院长来到台湾，裴洛西做笛子，所以为了纪念他们哦，我们很多的笛子也为我们的郭幸存制作笛子，也为曾圣光做笛子，所以在专辑里面你们都会听得到他的声音。那看到这个版。我们的乐器未来是要做这样，要创新，所以今天特别邀请阿玛雅董事长带着他的作品，然后呢，待会没有走的来宾，你们真是有福气。我们要等到最后的人，我们要发一人一组口簧琴。非常精致的口簧琴，那先走的先走了，主委先走，活该。好，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恭请阿玛雅用最短的时间介绍他的乐器。我们有创新的口簧琴，还有未来这个乐器，在我们的童谣，在未来3年的童谣会配合。阿玛雅，快点。那就说，3年的童谣一定会出现他的声音。Ngaho sa liga mapulong, tiyama ya gago, itilay samin ni kuluma ko hao, singko, nanay malamad kita to na rumi ahaw, matsa talafi unu makakaya ho ni ao, mi kita tuliteng，这个概念呢，我针对傻队老师的这个传统乐器做了一个创新的设计哈，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然后把好的声音继续流传下去。好的啦，照顾把你好过，好来，那我个梦，好来，好了，有没有人摄影啊？我们摄影组呢？对，你不是要核销用的。有证据的。这个漂亮的口簧琴是留着最后10几个人，很漂亮，很漂亮。那个水嫂，等一下一起用餐。好，我们准备要用餐了，但是约好了吗？那边的餐都好了吗？好，可以了好。来，我们最后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阿美中会的议长法朗牧师来为今天这个餐祝福，再来就是为他自己的好朋友哈洛耶牧师祝福，也为嘎更祝福，也为这个土地祝福，
也为嘎更这个新的4年的标案来祝福。一定。我这个阿美族比较高，你邓千言好，大家平安。我是真正的阿美族，不要怀疑。在这里，首先祝我的好朋友哈路易牧师生日快乐！因为他有那么优秀的师长。所以呢，他们夫妻所做出来的非常美好。今天是美好之日，原来今天来这里是特别有目的的，因为原来嘎更乐团已经成立了20年后，Mahma kita mika putuna saupo nauhani tu 1 pulau aku pipatireng tu na kalumuas no kageng ini。快30了。快30，独路多少部落？哎。阿美族怎么会搞错呢？独路多少部落？这个，但是啊，卡布达多拉方马min，阿韩国卡当阿萨努那么，古代韩马国去少对市长，你bahak，你卡布多你bahak no nian啊，卡少布努米达都比巴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努niam tini kakarayan， 你看下kami mama iti sana， now hani usa utur to no misu mama。Pagkatay di tamianan o papina-pina akapot tumako tayo ni ami palwas to ni kapot to pipalwas no kakangyetuan mangat na to atulwa pulo ami saan hamama pini kami ami nang to kakahmagan no kakakiti-kiting no pulong no tayo di dini ato bungkan no masapang jahay minanang hamama to no litang ku asmak itini to sa pagkafana to wawa no wawa hamama makakafi-kafi ko tayo no pang jahay dini. Mama nanay, umi sa falutsaan ni sautoy asingsi to sabi pararil hatsaning na ami sulinga to mino tayan hamama nanay iray swami layap ami haila to misa falutsaan ng ra ato pulong no tayo niya alafang amini mafana ami nang to mino lembag itini mikapot to di bahag itini minap kami to ni painia no miso ang ayay afari Achisla atau rumiah atau nian patahkan no nian kakengye Tuhan itamianan o tanya kasagapot atau lafang atau marina ay atau sarika kamakmin kan siya ano niya mamakiso tahilang hano niya kung ngangani Yes Kristo ami turun Amen。好，那个我们恭请尤西夫老师和艺术家来翻译一下。来，哎，翻了，不是，哎，这个精致的礼物。好，等一下要用餐了。那个Hanako kita purong Arumanai Fakifai bisa ayam kita tu taka，我们的动线呢就在这里哈。然后呢，我们有带花环的贵宾呢，可以在这边哈卡的那个位置来坐下了哈。好，这个是其中的一首歌。第一句话是咪咕，他当时是8岁，7岁。好，听完这首歌，我们自由的来领取你自己的餐，好不好？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我们的花环的贵宾朋友，我们拿了餐之后，我们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位带你们到好好的用餐区用餐。那我们的族人朋友，这个是分享的日子，都可以来用餐哦。我们的族人像喜姑姐姐，爱你哦。那我们的族人们，这是分享的日子，来一起来吃喝喝。来，我们的顺序是我们的贵宾，一样带着我们的贵宾哦，带着贵客的贵宾一定要先来吃，这个真的是一直预备好的哈。我们的族人可以来用餐。
那有人在，他有不会有参与的。我们的欧式帐篷里面也有，然后我们的族人可以先在欧棚那边拿餐点哦，我们的族人。哦，没有方向感啊！先你要不要？对，有个我懂。对呀，你在低了分开有走那里。好了，那么。那我是今天下午场的主持人，在这边呢，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嘎更乐团的新歌发表会，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这一个背板，对，是我们的新专辑。对，那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有喜欢我们音乐的朋友，那待会在表演结束之后，你觉得我们音乐非常的好听，那如果想要购买我们的专辑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来做下去 ，OK 吗 ？OK， 要掌声。是不是大家都想睡觉了？如果说觉得想睡觉的话，我们后面有我们的美食摊商，还有饮品摊商有贩售饮品。那接下来呢，首先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来邀请我们原文会的董事长马拉欧斯先生在场吗？马拉欧斯先生还有在现场吗？没有看到，我现在前面。没有。想请问一下，马拉斯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斯先生还有在现场吗？好，不在。好，那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嘎更乐团。嘎更乐团呢，已经成立了30年。那嘎更呢是什么？其实嘎更呢是我们阿美族的语言。那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翻译中文之后所找出来的字。对，那嘎更呢，其实早期它是用来报喜传爱的工具。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没有，没有电了。没有。嘎更呢，早期是用来报喜传爱的工具。嘎更呢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台湾黑熊旁边这个主管，它就叫做嘎更。对，那再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呢，是我们在地部落族人称之为嘎杜玛亚。嘎杜玛亚呢，其实就是台湾黑熊会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阶梯下来一直到舞台区的两侧，都有我们台湾黑熊的艺术装置。那在这个园区呢，非常特别的是，我们还有我们阿美族的仿式建筑。在大家的右手边呢，这个是我们阿美族在地，我们都历部落在地的仿式建筑，是1比1的仿式建筑。再来呢，这个舞台区的右手边，也就是大家的左手边，这是我们反花莲太巴朗部落的传统祭屋。在祭屋里面呢，都有阿美族的雕刻在里面。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舞台区的展演开始之前，我们要来释放阿美族的族礼炮。那我们现场呢，我突然看到一位非常大驾光临的来宾。那这一位来宾呢，是我们卢凯族达瓦纳厨房的美丽厨娘，我们的莉莉老师。那她今天呢，那么好，这样子介绍就有掌声的。
那我们的莉莉老师呢是卢凯族，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卢凯族吗？在台湾原住民族群里面，卢凯族是有佩戴百合花，对，象征贞洁，就跟老师本人一样。这样 OK 吗，老师？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门竹礼炮就由我们的莉莉老师来帮我们做释放。那也象征我们舞台区的展演即将开始。那来特别介绍一下竹礼炮，竹礼炮呢来自台东关山的电光部落。那关山呢就在这一座山，大家先看我 ，Hello， 还没有要开始，不用紧张。关山呢就在这一座山，台湾山脉的后方台九线的部分。早期呢，竹礼炮是用来驱赶清兵，因为在早期清兵攻打台湾东部的时候呢，电光部落的族人就用竹礼炮的心来吓阻这些敌人。那现在放在场域边呢，它有祝福的意思，声音越大，祝福越大。待会呢，我们会先进行倒数，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倒数。那刚刚有看到现场有襁褓中的婴儿以及家长，可以帮忙协助孩子捂一下耳朵。那在释放竹礼炮的过程中，他们有固定的 SOP。那我接下来呢，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竹礼炮所使用的材料。竹礼炮所使用的材料呢，非常的简单，也就是电石，大家所称的电头，以及水还有火。那电头呢，加水之后会产生一种化学气体，称作为乙炔。乙炔经过火把点燃之后，会有炮阵的效果，所以呢，它不会有发射的物体，它单纯只有声音。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火把已经点燃。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我们在前面拍照的朋友，为了你手机的安全，请将你的手机拿好。那我们要预备开始了。3分，加水，9、8、7、6、5、4、3、2、1，放炮！再次给我们莉莉老师一个掌声，谢谢。再次谢谢莉莉老师。好大声哦！哇，好响哦！好，回到舞台区。Hello， 大家回来了。我们这边的表演结束，我看这边了。好，接下来呢，在我们表演开始之前，我想要借用大家的双手，大家的双手可以先帮我举起来吗？掌声加尖叫，邀请我们的表演者出场，谢谢。尖叫声，尖叫声，太小声了，大声一点。那我们今天的表演者呢，有我们在都历部落在学的学生、返乡青年，还有正在旅外求学的学生，以及准备出社会的新鲜人。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刚刚有介绍说，我们嘎更呢，其实就是报喜传爱的意思。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带来这首歌曲叫做《竹中音符》，那也利用这首歌呢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台上所有大型乐器的故事。接下来呢，带来第一首歌曲《竹中音符》，送给大家，掌声鼓励。竹鼓所使用的材料呢，叫做巨竹，跟我们竹礼炮的材料是一样的。
那原生种呢，来自于马达加斯加，40年前呢，从马达加斯加引进到台湾南部。试种成功之后，我们用剧组作为我们主鼓的材料，表演者呢会依照他们心中的节奏来打击这个乐器。一般呢，没有掌声就不能停。现在所听到的乐器呢，叫做木琴。木琴呢是用刺松所制作而成的。那在台湾原住民族群里面，还有这个乐器的有泰雅族、泰鲁格族以及赛德克族，还有这个乐器。那在木琴旁边这个乐器呢，叫做大铜鼓，是用椰子树的树干所制作而成的。早期鼓面是使用的是水路皮，现在响应环保，改用人工皮做的鼓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所有大型乐器合在一起的声音。再次给我们台上的这一个掌声。不是才刚开始吗？就有 uncle 了。好，接下来呢，刚刚用《祖宗一幅》这首歌呢，来为大家呈现台上大型乐器的声音。那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逐一来介绍阿美族传统的小型乐器。先来介绍的第一个乐器，想请问场边的贵宾朋友，有看过这一个乐器吗？这个乐器呢，就叫做鼻笛。恭喜你答对了，但是我们没有读。对，这个呢就叫做鼻笛。顾名思义，就是用鼻子吹的笛子。稍等一下。那早期的老人家说，我们的鼻子除了呼吸就没有什么功用，对，所以呢就制作了鼻笛。那其实鼻笛的原理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阿美族的建筑。其实我们的建筑呢是所使用的材料是茅草、竹子以及藤。那只要是天然的东西，它都一定会有虫蛀。那只要有虫蛀，它都一定会形成洞孔，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洞孔。但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就已经会有风。那只要风呢吹过这些洞孔之后，它就有声音。那风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气息。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用鼻笛带来这首歌呢，是阿美族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马兰姑娘》。那台湾人比较知道的就是马兰情歌。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表演者是我们今年14岁的在学学生，他叫做以信。掌声啊！只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只要我突然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要掌声，有没有听到？好，我都还没有停下来，你就拍手。好，拍手。好，那接下来呢，顺便也来介绍一下这位表演者。这位表演者呢，今年14岁，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说过了。那他在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澳洲表演。那他也利用鼻笛，利用《马兰姑娘》这首歌呢，惊艳了在当时在澳洲的这些游客朋友们。那我们简称 OK， 对。那他们就觉得说，原来台湾的文化非常的美丽。那我们接下来呢，利用这首歌让大家听听鼻笛的声音，带来这首歌曲《马兰姑娘》送给大家。
好，再次谢谢我们的表演者。那接下来呢，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今天是我们的新歌发表会的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演奏我们专辑里面会出现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做的约定》。那其实《约定》这一首歌呢，我们有4个约定，就是与天地之约、与大海之约，还有你我之间，以及家人之间的约定。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会邀请在专辑里面所演唱的这些人们，对我们的表演者，我们先邀请他们出场好吗？好，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全部都是歌手，要掌声，他们是歌手哎！相信大概在明年的金曲奖的时候，就看他们走在红毯上，可以吗？接受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做的约定》。那这也是我们专辑之中其中的一首歌曲。那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之后的歌一定会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待会呢，请大家走到舞台前跟我买专辑好吗？好。接下来送给大家《做的约定》。
刚刚突然有听到尖叫声，要尖叫就大声一点好吗？好，那接下来呢，后面的歌曲也是会有专辑里面抽几首歌来演奏、来演唱。那接下来呢，在下一首歌之前，我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主持人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做鱼篓，大家有看过吗？没有，好，现在看到了。这个工具叫做鱼篓，顾名其实呢是我们早期阿美族年轻人去海边捕鱼的工具。家里有多少的人，我们今天就拿多少的量，我们不会多拿。最主要是我们要维护大自然的原则。那其实呢，这个鱼篓放在这个舞台上，其实简单来说，它就叫做乐捐打赏箱。港歌乐团在这个地方，在东莞处已经经营了30年。30年以来，我们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来维持。那请大家，如果说我们的表演能够打动到你们的心里的话，可以将你们的心意以及感动投到我们的鱼篓里面，好吗？好，那在这边呢，不会奢求太多，只希望大家只要这个鱼篓装满尖一点点出来就好了。这个鱼篓这个工作就交给大家了。那大家请大家看一下我的脸，有写4个字叫做业绩压力。我在这边拜托你们。对，鱼篓呢，待会会放在舞台前。那只要你有感动你的心意，可以投到我们的鱼篓里面。那你投下多少，其实我们回馈给你的祝福就有多少。那我们这边呢，都会有放鱼篓。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鱼篓等等会拿出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站在舞台上，也就是我们是站在最高点，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说你没有走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台上的表演者都会看得到谁没有走出来。所以在这边呢，就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我们的鱼篓。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马兰传说》。马兰呢是一个部落，它就叫做马兰部落。那它位于台东市的市区。那马兰部落呢，其实也有出过非常多的有名的人物。那比较现代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冬奥的时候第一个把金牌拿回来的，大家知道是谁吗？体式1女生，对，郭幸存。郭幸存呢，就来自于马兰部落。接下来呢，就用这首歌送给大家《马兰传说》。那音乐开始之后呢，就请大家可以慢慢的走到舞台前，把你的心意投到我们的鱼篓里面。对，那不会奢求太多，我个人比较喜欢蓝色的，在这边就请大家投下的蓝色的好吗？好，谢谢。我们的表演还没有开始啦，大哥，等一下音乐开始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好。送给大家《马兰传说》，掌声鼓励。
Oh
大家觉得好听吗？那我们还要安口吗？那我先检查一下鱼佬好了。我想想，谢谢。大家只要有人再往前面推一张蓝色的，我马上演给你们听。有没有人愿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的大家鱼佬还在这里，如果说你要加码的话，请大家能够继续多多关照我们的鱼佬。再来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更年期》。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的歌手们出场，好吗？大家也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台上那么多小朋友呢？其实诚如我刚刚前面说的，我们在做传承文化的工作。那其实呢，阿美族的语言已经进到了加护病房。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语言快要消失了。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故事。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传承。所以呢，也就会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台上会这么多的小朋友，对他们真的是小朋友。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更年期》，那利用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带给你们在接下来的旅程能够一切平安，一切顺利。那祝福你们的身体健康，也祝福你们能够顺心如意。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更年期》，送给大家，掌声鼓励。好，在等待的过程中呢，不好意思，我们的音控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先排除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先慢慢的介绍我们更年期的歌手们。第一位呢，是我们目前就读高3的小嫂妈，没错。再来呢，第二位是我们的巴南。刚刚前面比你的演奏者国2的一系，以及他以为是王子的玛雅，再来目前就读南投暨南大学的阿改，再来是我们今年9岁的公主玛雅的妹妹咪咕，再来我们国三的同学李系，有没有像在选举？再来是今年就读国2的嘉乐萨拉。好，国3就国3，不用那么紧张，大家都有国3过。好，那我们带来这首歌《更年期》，那接下来呢，就由他们的声音送给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有行程的压力吗？大家睡着了吗？有没有行程的压力？没有。没有的话，还要安口吗？如果说再一首安口的话，待会请往前找我买专辑，谢谢。好，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好，那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刺桐花开，耶！不要。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叫做《主导文》。那这首歌呢也收录在我们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一个专辑呢，好更正，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是献给上天、献给土地、献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对，所以大家现在都被祝福到了，所以待会请记得找我买专辑，谢谢。拍手的有听到有拍手的要买哦。好，最后一首歌曲，那我们还是依照我们在这边平常的表演的曲目为主，带来这一首歌曲《刺桐花开》。这一首歌呢，其实是跟大家说春天要来了。对，那其实刺桐花开呢，飞雨就开始有飞雨了。对，也就是说3月份开始就是我们的飞雨的季节。那利用这首歌呢，送给大家2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伊拉嘎巴，第二句话叫做撒伊兹勒。那伊拉嘎巴的意思呢，就是年轻人。第二句话撒伊兹勒的意思就是加油，你要加油，我也要加油，我们的身体要加油，好不好？好，带来这首歌曲《刺桐花开》，掌声鼓励。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嘎嘎乐团下午场的第一场表演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来到阿美族民事中心。接下来的时间就还给大家，谢谢，谢谢。还有吗？还有吗？那我们后方呢都有我们的摊商，那离开的话呢可以带点台东的特色回家。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说一声谢谢阿美斯嘎嘎乐团的哦。